咁有人就喺 APM 大地事件入邊咧，咁就見到日本 AV 男優同體啦，咁就唔知道佢咁啱過嚟香港觀光啦，見到嘅時候抽熱或者係點樣？不過阿童弟咧商業價值咁高啊！如果萬一佢喺混亂之中俾阿婆係打親、打到受傷或者係打死咗嘅，對於佢老闆嚟講咧，呢個唔單止係一條人命，仲會係一個嚴重嘅商業損失啊！因為童弟咧呢啲喺公司入邊咁重要嘅員工啦，我哋俗稱叫做 key man 啦。咁好多老細咧就係以防有呢啲類似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都會幫佢哋點樣樣去做翻一個商業上嘅對沖咧。咁有一種保險咧就好緊要嘅，就叫做 key man insurance。意思咧即係咧公司咧就會幫嗰個員工咧就買保險，通常咧就係買落去價值最高嘅嗰啲員工度。咁萬一呢個員工真係走咗嘅時候，唔喺度嘅時候，對於公司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嚟嘅，因為佢每年都幫公司買好多錢啊嘛。咁所以 key man insurance 一個作用咧，就係萬一呢個員工真係唔喺度嘅時候咧，公司咧就因為買咗呢份保險，所以就會獲得一個好大嘅賠償金額俾翻公司去補償翻呢個員工唔喺度嘅嗰個損失啦。咁如果你哋公司咧都有一個好似同弟咁有價值嘅員工咧，而你有對呢一方面嘅保險有興趣嘅話咧，想了解更加多嘅話咧，就歡迎喺咗呢度。